宣调，耶和华我的石盘，我会继续主啊，愿我喙中的言语、心内的这个意念，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撒开的祈祷。全能慈悲的阿爸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拢是你的奴仆。但今日我阁谦卑来到你的神宝座前，要来敬拜阿罗你。求你阁一摆，赐了恩典、仁慈互阮，也赐互万百姓。迄个无穷尽的疼，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回世间人，请你来赐互阮来接受这款的恩典之道，佮叫阮仰望将来荣耀。但今日我唔单单是互我用嘴来称赞你的美德。也互阮会通活出见证来，用圣洁公义的态度来服侍你。但阮这条要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来祈祷，两国的战争拢已经拍几啊个月了，双方的伤亡损失真凄惨，最可怜的就是老百姓、儿童。甲老大人，整个家园拢正在做废墟。将来战后这个重建，将会是一个天文的数字的。因为战争来流离失所的难民，若是要倒转去因的家乡，更较是这个困难重重，也就是遥遥无期的。但阮真正。是要为着因双方来祈祷，特别是俄罗斯甲乌克兰两国的将来，因为两国的战争也已经带予全世界无稳定，予全世界的经济衰退、油价、物价这个波动，恳求上帝来开恩赐福，予执政掌权者双方的这个政府。恳求天父上帝来治理美国的本土，希望
肺癌病毒吞达了美国，造成真侪只的伤亡。美国整个的经济嘛大受影响。最近阁有这个病毒，这个猴痘 （monkeypox） 这个发生，甲种族歧视的抗争、枪击案所造成的这个社会动荡。愿拢毋望上帝公义紧紧来临到，互人民有悔改的心，来医治这个土地，互美国真正会当搁再一摆伟大起来。现在阮嘛要继续为着台湾的疫情来祈祷，恳求特别上帝来施怜悯，互众百姓要一粒这个悔改的心。忍受着防疫的这个策略，互大家会通甲这个防疫的这个单位来配合。台湾的大地也要得到医治，愿毋望着上帝恩典，早一日来帮助着台湾。但今仔日，阮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和罗你，恳求主你的怜悯。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以及实体礼拜乡亲兄弟姊妹，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成做上帝所好的管道。现在恳求主先来清起罗卜的嘴，甚是会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26章13到19节。13节，王透中昼的时，我伫路中看到比日头较强的光，对天顶照落来，伫我甲东畔的4箍位。我拢跋落去涂骹，我听着有声用希伯来话对我讲：“扫罗，扫罗，你哪会要迫害我？你安尼做，亲像牛用骹在踢有刺的棍仔，是家己在讨皮疼。”我问讲：“主啊，你是啥人？”主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总是你着站起来，因为我专工对你显现，是要设立你做代志，为着你所看到的，甲我将来所要显现互你看的代志来做见证。我要对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甲你救出来。但我要差派你去外邦人遐，开因的目睭，互因离开黑暗，活转来归向光明；离开撒旦的关系，来归向上帝。对信我来得着赦罪。佮承受做上帝选民的地位，所以阿基帕王，我无违背对天来异象。这是上帝话，记来读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
有老，我要单单称上主。主的圣作名，我要单单称颂主的圣作名。称颂主的圣作名，我要单单称颂主的圣作名。主前，主的宝座前，我要来到主前，主的宝座前。我
清修，主的心做名。我要单单清修，主的心做名。各位乡亲士大，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2009年1月份的中旬，美国的航空公司有一台这个空中的巴士，伊对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起飞以后，差不多一分外钟久，就去遭遇到这个交棍的这个冲击，那么两辆引擎相时失去这个动力，飞机无得飞，所以不得已就迫降伫这个哈德逊河。因这个飞机场的高超的这个技术，以及这个附近的渡轮以及有关的单位，真紧就赶到现场来帮站，所以所有人员拢得到救。这就创出了航空历史上这个奇迹。那么，当记者访问这个飞机长的时，伊真好奇，讲飞机长伊是安怎做会到的呢？飞长甲伊讲，伊不过是按照这个飞行的手册所讲的
去做尔定。哦，原来已经将这个飞行手册操练千百遍，即摆必讲是操练结果的这直接的反应，也是即摆成功的这个验收。互我想到吼，咱身为基督徒的这个兄弟姊妹，若甲伊比拼起来，实在是真正闹鬼，真正见效的。因为上帝嘛，互咱有一本这个人生的手册，就是圣经。就是咱大多数的人，并无认真地对待伊，也无照着这个手册顶面所讲的，伫咱的心内不断去操练。搁较谈袂上的，就是讲，若是面对着这个紧急的状况的时，将上帝所讲要化作直接的反应，拢无可能。会长的太太讲一句话讲我的先生一世人，拢是伫为着别人来做陪伴的。换一句话来讲，伊的生活的方式，就是随时伫陪伴好家己，听候飞机别人会来到。这个就是伊一生的这个意向，伊是为着这个意向来活的。意向是甚物？意向是一种的眼光，意向是一种的这个看见。所以一个人若有什么款的意向，就会当过什么款的这个生活。意向甲使命真容易互人做伙，其实因有这个真大的差别。意向是终极性的这个难度，使命是达到意向的具体计划。教会使命是要万民做主的学生，做是意向就无共款咯。这是因为会众的这个组成拢无共款，教会所处的环境嘛无相像。那么举一个来讲，伫这个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教会这个创办者比尔·威尔森牧师，伊对上帝遐来领受到，伫这个布鲁克林贫民区来起造一个儿童的教会。伊投入这个布鲁克林黑人的贫民区，伫遐个无人要滴、无人要插的儿童中来服侍。那么这些囡仔有真侪拢是单亲、四独、帮派分子的家庭，伊领受到这个意向，要伫这个地区来建立这个教会。那么教会的使命呢？是不是爱有这个门徒的训练呢？是不是爱有这个团契呢？是不是爱传福音呢？这拢总真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教会使命。不过，门徒的训练、敬拜、团契、甲传福音，伫这个地区袂通亲像传统的教会一款。所以，根据这个真特殊的这个意向，比尔牧师就开始伫这个拜六的主日学，以及伫这个人行道的顶面的这个主日学，等等这个事工。所以上帝大大赐福予伊，伊就建立全世界上界大的这个儿童事工的教会。箴言29章18节讲：无意向，民就放肆。放肆并不是讲为非作歹，乃是指着一个人要行伫上帝旨意内面。你如果若是互世界来决定你的意向，却无行伫上帝旨意内面，就是看起来你亲像一个好人。毋过圣经安怎讲？圣经讲偏行家己的路，华语讲做偏行己路。这就是放肆的意思。意向还佫有一个意思，就是负担。对上帝遐来的意向，
有的人心内产生这个负担，真是要甲人来分享，就亲像使徒彼得伫这个《使徒行传》第4章20节，伊讲：阮所看见、所听见，袂通无讲。有的人伫这个主日礼拜煞，伫门口甲牧师来握手，顺续甲伊讲：哦，牧师啊，哦，你今日讲道讲啊真好。总是倒转去甲因兜的时，因兜人问讲：哎，今日牧师在讲啥？伊煞袂记得了了啊。那么另外有的人倒转去出来的时，心内却有一种这个真歹来形容的这个感觉。伊就是讲，未将伊的感动甲人来分享，这个就是领受到这个异象。圣经所讲的这个异象，是为着更较大的这个目标。如果上帝互你看到伊的异象，你就无可能搁停留伫原来的所在咯。你的活命会得到完全的这个改变。保罗先生伊伫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大光，以及天顶传落来这个声音，伊这个经历就互伊的生命有180度的这个改变。伫腓立比书3章第7节，保罗讲：只是我以前认为甲我有利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拢当作是有损的。早前学问真重要，金钱嘛真重要，名声嘛真重要，就是得到异象了后，这拢总诚做是注定的，无啥物重要咯。保罗对这只有传主耶稣基督，并以定十诫这个道理，意思讲因着传这个异象来被侮辱、受鞭挞。被落伫这个监牢内面，总是伊的心中的这个异象，从来拢无这个无明过。保罗伊伫这个阿基帕王的面前，为着家己伫辩解的时阵，也是谈论着伊所领受到这个异象。所以伫这个《使徒行传》26章第19节，伊做一个结论讲：我虽无有违背着对天顶来的异象，那么这个40版的圣经将这句话改翻译做：看见了这款的一个异象，我也袂通就安尼先来离开。保罗所领受的异象，伊袂当讲安尻川拍半半咧就离开迄个所在，就离开，伊也袂当去搁再过早前的这个生活。阿基帕王甲罗马巡抚菲斯都无法度来了解保罗印象伫这个《使徒行传》26章24节，菲斯都大声讲：保罗啊，你成功了！信息的版的圣经将这句话改翻做讲：保罗啊，你就倒转来伫这个现实的世界来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这个是才是真实的呢。阿基帕王甲罗马巡抚菲斯都当时所拥有这个排场权力，但今日敢要得的嘛？总是对保罗来讲，伊所行过这个道路，这是真实的世界。伊所传讲的异象，不但以此继续到今仔日，也要传到永永远远。异象毋是梦想，乃是事实。拥有异象的人，对未来有这个观察力，不断将这个焦点对准伫这个未来，而且嘛付出这个行动，来得到迄个看会到这个结果。异象这个字，伫圣经中的意思，毋单单是伫讲社会方向甲理想。也是国人人生目标的设定。伫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讲这句话，该翻译做：无上帝引带，人民就放肆
无受控制。明确诶，为着基督教即个信仰所讲诶即个意象，做了真好即个设计。真正诶意象，毋是对咱家己来决定诶，乃是对创造世界诶上帝来提供方向。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人类世界最终应该有诶是即个倾向走向吼，是甲即个世界存在即个本质三角呼应诶，互相呼应的吼。那么伫美国专门研究即个教会增长诶即个乔治巴拿即个人，伊写一本册，讲水管内底即个水鸡。这本册吼，伊提讲伫一罐水内底来加入即个室温的即个水，佮将一只水鸡甲伊放入去，即只水鸡一真爽快伫内面安尼游来游去。这个时阵，这个实验者渐渐将这个水管甲伊加热，水管中的这个水鸡，伊无任何这个危机的意识。伊游完真爽快伫内面收来收去，最后是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活活烧死伫这个水管内底。所以巴拿感到着美国的教会，拄着亲像水管中的水鸡，已经无这个危机意识，嘛无这个意向，拄着亲像渐渐紧死亡去了。那么，请问，咱的教会啥款？咱的教会嘛，真有可能是安尼死呢？教会袂通继续即款遗弃现状，咱通要求上帝赐落圣神的这个无满足感，互咱有即种的无满足感，咱个人的这个灵命才袂停顿，才会亲像鹿喙焦要翕无溪水。有即种无满足感，教会侍奉才袂满足伫现状的下面，是为不断思考来更新的。那么圣经中的意象，通分做两个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上帝家己对人的这个启示；第二种的大类就是上帝借着无共款的管道，向人启示伊的心意甲伊的计划。这个通是这个叫做异梦。还是讲异象、异梦，还是异象，也通讲是预言。所以上帝互咱领受到这个启示、异梦，还是异象，毋是要为着要满足人心内这个好奇，乃是为着上帝国的扩展。教会甲个人的这个性命，说实若无有这个突破性的这个进展。除了撒旦的搅扰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惊的是个人还是教会无有意向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咱大家拢习惯将咱的眼光拢注目伫地面上，亲像这鸡仔鸡还是鸡仔囝一样，每一日拢看伫地面上，额头伫剁这个地面上这个虫。还是切啊米，满足家己教会内面这个次文化，就小团体、小组内面定，却毋愿意亲像飞伫天顶的这个老鹰，有空快的眼光，有来检验的这个眼神，这个敏感的这个观察，这个时代的跳动，积极行往这个世上的人群内面，展开伊的心。陪悬伫教会这墙野外面，保罗先生为人诚做伟大的宣教师，就是伫伊一生的持守着上帝予伊的这个意象。保罗无用建立安提阿教会、哥林多教会来满足，伊常常为着遐个抑阁无入捌主耶稣基督的万民，迫切地祈祷，对这个城市。到迄个城市，对即个厝到另外迄个厝，去敲吹传福音的即个机会。所以保罗伊的即个性命、使命甲意向，
安尼安密切连做伙，无度来分挂。随往这个保罗知影头前面的这个有加罗有锁链伫听候伊，总是伊有缘执意要向前来迈进。路顶马中讲，我只有2个日子，今日甲迄日，我今日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迄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互咱今仔日所做每一项代志，拢是为着迄个荣耀日子来做备办。互咱认真来读上帝，互咱的这本飞行的手册，并且伫咱的心中不断来练习，听候验收的日子会来到。一个人过去一点一滴的努力，兼在为伫某一个瞬间去拯救着另外一群人的这个性命，无错。飞机长是一个英雄，总是拄拄亲像伊伫这个听证会顶面所讲的话，讲干那是我过伊一个人是无够起来，也着个配搭每一个点点啊坚守公位的这个同伴，平安才会顺利降落伫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生命中。所以，当飞机落入伫这个哈德逊河，迄日起初伫飞机顶的人是感觉到那亲像是这个世界末日特别死啊，就是到最后却发觉是一个救赎。所以，互咱衷心来谦卑的服侍有需要人。阿妹，回应时歌，拍开双眼。咱今仔日这个主题就是讲对天顶来的这个意象，所以咱这条要来拍开咱的双眼，要来用这首诗歌做咱的回应。咱要仰望特别上帝的阳光，咱要开声吟诗学了阳光的君王，主，我听你，我要学了你，哈利路亚，我敬上你，阿免。双眼仰望上帝阳光，开声吟诗，学了阳光君王，主我听你，我落。
声吟诗，홀로 연거 군홍 주관 대리 무한노로리 할렐루야 완충 성리 주관 대리 무한노로리 할렐루야 완충 성리 Open your eyes,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so sing.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바위相难，有梦想的眼光，开声吟诗，홀로 연거 군홍 주관 대리 무한노로리 할렐루야 완충 성리 주관 대리 무한노로리 할렐루야 완충 성리 Open your eyes,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so sing.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上帝眼光，开声吟诗，哦，路应个君王，主我听你，我努力。哈利路亚，愿称上帝。主我听你，我努力。哈利路亚，愿称上帝。Open your eyes,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shall sing.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即刻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速度行传26章13节到19节，阮做来思想。天顶来的这个异象，对今日的信息中间，互咱来学习到的功课，互咱知影今仔日咱所做每一项代志，拢是为着迄个荣耀日子所备办的。互咱认真来读上帝，互咱的这本飞行的手册，并且在咱的心中不断来操练，听候严守日子的来到。一个人过去一点一滴的努力，兼且为伫未来某一个瞬间，去拯救了另外一群人的这个活命。无毋对，飞机长伊是一个英雄。就是拄拄亲像伊伫即个听证会顶面所讲的话，敢若有伊一个人是无够起来，也着搁爱配搭每一个点点啊尊坚守恭维的即个同伴，安尼平安才会顺利降落伫每一个人的活命中间。所以当即个飞机落入伫即个哈德逊河中间，即日起初是感觉到那像是世界的末日，但是到最后却发觉到是一个救赎，互咱衷心来谦卑的这个态度来服侍有需要的人。但亲爱的爸爸上帝，真多谢你赐了宝贵的活命，这个话语，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假使阮着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到身躯边的代志，互阮明白，阮所看见的是暂时的。但是阮每日所做的，拢是为着迄个荣耀日子所准备的。阮衷心的祈祷，
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那这条赖传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主啊，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罪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明。亲爱的兄弟姊妹、乡亲、时代。咱今日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到这就一段的这个一段落。莫伫后回共一个时间，咱要伫教会，咱要伫空中来相甲见面。愿天父上帝保护恁，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随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发你。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随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发你。